觉阿迪啊，伊是一个不管安怎拢有法度生存的人。啊，伊有伊的保护色，啊，伊的保护色是甲人嘻嘻哈哈，叫啊敢若足歹的，啊，敢若是一个得家啊流氓呢。啊，其实伊足自卑。除了家己之外，阿嬷应该伫伊的头前，伊就是为着阿嬷生活，为阿嬷生存的。靠嘴有你啊，会靠你。啊，你是你倒啊？你有去内底吗？我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是我到了现场，看到人山人海站在那边，然后又加上拿着立牌，然后又加上有大声公的声音，感觉那个气势就不一样。这真的是一场历史性的游行等下就是放你进来乱暴揍一顿就对了。他们把防毒面具装在摄影机上面，他要打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是要躲啊，或被打到要痛啊，或什么的。就忽然发现那个摄影师后面是导演，在玩老鹰抓小鸡这样，因为他一方面左手保护着摄影师，另外一方面保护旁边的人不要被撞到。这是在美丽岛那拍摄几天很有印象的画面。没有，哪有10、其实有3的19、3的。